澳洲真侪海沙堡对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一粒唔知是啥物件，伊若说的即摆已经有9大海沙堡先关起来，要针对这物件进行化验。澳洲即马是热天度假高峰期，当年拢吸引真侪游客来享受辽阔海岸线、温暖的海水甲水上活动，抑阁则是说来包括有名的万里海堡、伫外爱海堡在内的9个海堡，风下令关起来，禁止游客落水游泳，因为伫海堡发现真侪白色是腐蚀甲玻璃珠啊差不多大小是更较大的不明球状物体，风冲上花。当地政府表示，因已经收到环保单位的通知，协助采集样本化验，而且北部海堡议会也当咧安排清除这个物体，佮扩大检查其他海堡，敢是也有一寡互沙看到的不明球状物体。We're waiting for the EPA to tell us what's actually in the bulls and whether they're safe or not. So yes, at the moment we're trying to keep everybody as safe as possible, keep them off the beach,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day today, so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why most people want to still come down to the beach. 去年10月，也有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球状物体出现伫雪梨的旅游胜地邦达海堡甲库吉海堡。虽然这个不明球体具体来源无法度确定，也毋过检验了后发现是脂肪酸、类似化妆品甲清洁用品的化学物质，甲人类的头毛、喷顶、废水混合物，推测真可能是甲下水道有关系。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